請。曾俊華話唔擔心取消人民幣兌換限制會影響港元地位。羅塞塔號着陸器成功降落水星表面。係啊，星期一開始喎。各位，佔領行動第47日，而家金鐘、旺角等地繼續有市民喺度佔據馬路。高等法院拒絕佔領人士就旺角臨時禁制令嘅上訴許可申請，亦都拒絕批准暫緩執行臨時禁制令。佔領人士一方計劃上訴，而申請禁制令一方嘅代表律師就話，希望最遲聽日可以喺禁制令上邊吸引正式生效。答辯人霍偉邦一方向法庭提出兩項要求，包括申請上訴許可同埋暫緩執行臨時禁制令。代表答辯人嘅資深大律師李志喜話，既然禁令被指涉及公眾安全同埋秩序，就唔應該由私人嘅訴訟方式去處理，亦都冇案例可援。至於要求暫緩執行臨時禁制令，係因為禁令俾警方有權拘捕阻止執行禁令嘅人，影響人身自由，必須俾公眾知道點樣先至算係違反禁令。但係而家睇唔到禁令會點樣派遞俾有關人士。不過原審法官歐慶祥就話，有關嘅論據冇爭辯嘅空間，理由佢已經喺之前嘅判詞入邊講過，因此拒絕全部兩項要求。佔領人士一方計劃直接向上訴庭提出上訴，而申請禁制令一方嘅代表律師就話，希望最遲聽日可以喺禁制令上邊蓋章正式生效。佢哋亦都有可能會繼續上訴嘅，一路上訴到去終審法院啊咁樣，冇嘢係可以阻止佢哋咁樣做。咁但係無論如何咧，即係我相信無論係我嘅當事人啦，或者係香港嘅整體嘅市民咧，都好希望咧係盡快啲馬路咧係通翻。即係如果佢哋可以要退場嘅，或者係收拾佢哋嘅個人嘅私人嘅物品嘅話咧，其實係有一定係有足夠嘅時間咧。係咧，呢個唔係一個清場啦，只不過係即係移除呢個障礙物啦。最理想嘅時間當然咧，呢個工作嘅程序咧就係即係呢個係執達吏啦，同埋係警方咧，可能佢哋嗰個嘅工作安排，咁呢個我哋都即係唔能夠係評論啦。鄺家賢又話：今次會依賴執達吏協助清除障礙物，自己唔會派人去執法。據佢嘅理解，只要喺禁制令嘅範圍入邊，企喺馬路上面對交通造成阻礙嘅人，都算係違反禁制令。法院喺上個月批出臨時禁制令之後，原告人曾經到旺角現場清理障礙物，但係就唔成功。到日前，法院頒令延長臨時禁制令，加入新嘅指引，話如果清理受阻，可以要求警方協助，而警方如果有合理懷疑有人藐視法庭，可以拘捕有關人士。無線電視記者詹前明報道。金鐘佔領區尋日有人向在場嘅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掟懷疑動物內臟，發生衝突事件。警方一共拉咗5個男人，包括2個佔領區嘅糾察，全部獲准保釋。被捕嘅2名佔領區糾察郭兆傑同埋柯耀林，另外獲准8蚊保釋。2個人涉嫌喺公眾地方打交，2個星期之後要再到警署報到。另外3個被捕嘅男人就涉嫌普通襲擊同埋公眾地方打交，都全部獲准保釋。郭兆傑同埋柯耀林話，當時只係想阻止肇事者離開，並冇使用暴力，事後都配合警方做證同埋協商，對最終被捕表示愕然。協助佢哋嘅律師兼立法會議員何俊仁就質疑警方嘅做法有政治因素。係咪因為對方係一啲反佔中嘅人士咁佢哋可能有啲人打咗過，咁依家另外一邊係佔中人士，所以一定要兩邊都過埋，表示佢嘅所謂公正中立。其實你咁樣做法，就正正就係中立，唔夠市民。根據香港嘅法例，呢啲市民係有權係用非常合理嘅武力咧，係即係逮捕有關嘅人，將佢交俾警方。事發喺尋日下晝4點半左右，有佔領人士話，有人拖住綠色手拉車，將裏面嘅動物內臟掟向帳篷裏邊，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
嘅男人被制服，有人用索帶將佢嘅手腳綁住。警方消息話，其中一名涉嫌掟動物內臟嘅44歲姓李嘅男人，被發現同上個月30號夜晚喺添美道向立法會議員梁國雄掟雞蛋有關，以涉嫌普通襲擊拉咗佢。黎智英今日繼續到金鐘佔領區，佢話唔會受事件影響，亦都冇加強防範。佢又批評警方拘捕佔中糾察。我覺得好唔公平咯，係嘛？咁你唔偷襲，佢梗係擋住你㗎啦，梗係要拉你幾條友㗎啦！你突然間偷襲我坐喺度啫，係嘛？咁佢可以當啲糾察係犯法嘅，係要拘捕嘅。我覺得呢個警方係非常之唔理智咯，同埋非常之唔公平咯。其他消息。金管局下星期一開始撤銷人民幣每日兌換限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話唔擔心影響港元地位。曾俊華啟程到澳洲，以中國代表團成員身份出席喺布里斯班舉行嘅20國集團領導人峰會。今年嘅峰會議題包括稅務合作、金融改革、投資基建等等。曾俊華話對香港非常重要，會特別關注稅務議題。對於港人兌換人民幣2萬蚊上限下星期一撤銷，為人民幣走向國際化踏前一步。曾俊華唔認為會影響港元地位。即係同你美元嗰個掛鈎都有30年，近呢30年之內，我哋都經過好多即係唔同嘅事情咧，咁我哋都可以應付得到。所以我相信呢個對香港嚟講，亦都唔會有一個比較大嘅影響。同埋而家呢個人民幣咧都係未可以自由兌換嘅，咁呢啲都要需要一段時間嗰個過程先可以處理到。另外，佢話佔中對唔同行業有影響，經濟上慢慢會浮現。好多外國投資者擔心佔中持續會影響中長期嘅投資意欲，政府會向佢哋講解情況。無線電視記者陸永光報道。政府收翻公務小組13項嘅議程，引起泛民議員不滿。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認為，如果行政立法雙方都用盡手上邊嘅權力，只會製造矛盾。立法會公務小組泛民佔多數，有權優先處理13項爭議較少嘅議程。政府決定將呢13項議程收回，引起泛民不滿。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話：政府有權令到有爭議嘅議案優先喺委員會討論。不過而家嘅行政立法關係對市民同社會都冇好處。3推1路，一定係有爭議嘅。咁但係咪可以即係因為爭議，我哋就一路將佢擱置唔做咧？咁如果委員會主席係要將其他嘅調去前邊咧，咁政府當然係政府有權去即係收翻其他嗰啲項目嘅。如果即係大家都要將各自嘅嗰個權力用到盡嘅話咧，咁好多時就會有矛盾，影響嗰個工作嘅進行。佢希望委員會主席同政府官員做好溝通，解決問題。無線電視記者趙佩如報道。7個經民聯立法會議員同行政長官梁振英會面，就新一份施政報告同埋財政預算案提交意見。經民聯主席梁君彥話，提交咗250項嘅建議，包括徵用2%嘅綠化地帶，興建俾青年同埋中產嘅住屋項目，預計可以提供18萬個嘅單位。又提出政府同發展商合作，推出中小型單位俾市民租住，又或者係買，並且容許符合規定嘅鄉郊樓宇喺唔影響綠化嘅前提之下，補地價以提升地積比，增加房屋嘅供應。經民聯又建議政府提供短期嘅貸款，協助受佔領運動影響嘅中小企復原。又希望如果滬港通有成效，應該盡快啟動深港通。國際方面，東盟峰會繼續喺緬甸舉行。日本傳媒報道，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同埋總理李克強尋晚曾經短暫交談，雙方同意盡快改善兩國關係，並且推動戰略互惠關係發展。東亞領導人系列會議踏入第2日，先早舉行東亞峰會。總理李克強、美國總統奧巴馬同東盟10國領袖都有出席。
會議主要商討加強東盟同伙伴國喺經貿等多方面合作。日本新聞網報導，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喺尋日晚宴之前曾經喺貴賓廳同總理李克強短暫交談，雙方同意盡快改善兩國關係，又認為推進戰略互惠發展對雙方有利。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確認兩人交談嘅消息，認為呢種高層接觸有助中日關係改善。李克強同安倍晉三下週連同南韓總統朴槿惠同東盟舉行10+3領導人會議，而中國同東盟10個領袖嘅會議就集中討論加快推動東盟經濟共同體。峰會結束之後，李克強仲會喺緬甸展開正式訪問，同緬甸總統吳登盛會面。無線電視記者阮明珠報導。美國紐約新建成嘅世貿中心1號大樓，2個抹窗工人因為吊架故障傾側，被困高空2個鐘之後安全獲救。吊架以接近垂直角度懸掛喺世貿1號大樓近70樓嘅外牆，其中一條鋼索鬆脱，情況驚險。事發喺當地星期三下晝，2個工人喺大樓外牆抹窗，但由於機械故障導致吊架傾側，2個工人被困喺吊架內，佢哋都有扣上安全帶。約100個消防員出動救援，最後鋸開68樓嘅3層玻璃，將工人救返入大樓內。Firefighters went to the roof and to the 68th floor. From the roof, they dropped rope down to additionally secure the members that were the workers on the scaffold. They dropped a radio down so they could communicate, and they began cutting the glass. 2個工人因為有輕微低溫送院，經檢查後並無大礙。樓高541米嘅世貿中心1號大樓係喺舊世貿雙子塔遺址上興建，上星期先至正式對外開放。當局正調查事故原因，並暫停工人抹窗工作。無線電視記者麥雪瑩報導。歐洲太空總署探測器羅塞塔號成功投放着陸器去到水星表面，係人類史上第一次。收集到嘅資料有助了解地球以至太陽系嘅起源。追逐10年，飛來着陸器終於揭開67P 彗星嘅神秘面紗，將降落嘅時候距離彗星3公里影嘅相傳返地球。控制中心話，着陸器降落嘅時候用嚟找住彗星表面嘅預測裝置失靈，並着陸器第一次降落嘅時候可能曾經反彈，再進行第2次降落，仲要調查失靈嘅原因。不過到目前為止，着陸器上嘅儀器運作正常，並成功傳回數據。歐洲太空總署形容探測器首次登陸水星係人類文明向前邁進一大步。美國航天部門亦都送上祝賀，認為係探索太陽系嘅突破性時刻。There's a lot of new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s of our solar system, of our own planet, the water which is on our planet. Does it come from such comets? Could it be that the origin of life has not evolved here on Earth, but was brought to Earth via such comets? 載住飛來着陸器嘅羅塞塔號04年發射升空，10年之間飛行咗64億公里，到今年8月喺處於木星同火星軌道嘅中間位置，成功進入67P 彗星嘅運行軌道，最後喺本港時間星期三展開登陸程序，用咗7個鐘頭慢慢靠近彗星，喺午夜左右成功着陸。跟住落嚟嘅幾個月，着陸器會對彗星土壤、磁場等進行測量分析，亦都會研究彗星核心嘅岩石同冰塊，以了解太陽系嘅形成過程，進一步探究地球生命嘅起源。無線電視記者郭劍鋒報導。